藝人陳凱琳日前到馬來西亞出席活動，本來就已經非常之靚女嘅佢，當晚就換上咗美人魚閃亮晚裝，更加喺台上面即席獻唱咗2首歌。觀乎現場反應就相當之好啦，但係事後佢就大爆自己考驚喎，因為佢好少唱歌，好少有機會攞起支咪，就算係平時同朋友去唱 K，佢自己都只係做啦啦隊，坐埋一邊聽大家表演嘅啫。但係就唔係因為佢唔中意唱歌，而只係因為佢有極大嘅恐懼感，未開聲就已經淆底。不過凡事都有第一次嘅，阿 Grace 笑言今次因為獲得邀請，所以就嘗試跳出自己嘅框架，接受新嘅挑戰。而今次仲要係首次對住馬來西亞嘅觀眾開腔添，認真係緊張到爆啊！最終佢挑戰一首中文，一首英文，英文嘅一首更加係美人魚嘅主題曲，而阿 Grace 亦都應景咁樣換上美人魚裝獻曲，非常之有誠意啊！而效果出嚟更加有啲 musical 嘅感覺，今次都算係佢絕佳嘅嘗試啦。其實莫講話扮美人魚啊，阿 Grace 向來扮乜似乜，即使係扮電玩角色或者包到冚扮忍者，甚至扮超人 Superman， 佢都能夠輕鬆咁 carry， 所以話人靚扮乜都靚，真係冇講錯噶。